各位兄弟姊妹平安，时间过得真紧，一礼拜阁过去了。但是咱感谢主，咱虽然也阁伫这个疫情真严重的时节，最近几日内面有一家300个人相继得到这款的病毒，但是感谢主，有的人渐渐好起来，有的人也阁是伫厝内咧休养，接受医治。但是这个城市愈来愈侪人得到这款的病毒，一日有9000几个人得到。咱为因祈祷，咱来求主怜悯，互这个疫情早早的过去，互遮疫苗有真侪人，计有可能会通签到正风咱细汉的时阵，逐摆听到大人讲正风，正风，正风。什么是正风啊？原来当时有人有得了这款的像病所以叫正什么啊？正预防针啊。所以简单的正风就是接种预防针，就是签针的意思咯。所以当时真侪人这个有一个一粒就是签个正风的意思。那么呢，现在人那如果全民有接种迄个疫苗对咱有益处，求神特别怜悯互咱真紧的有签，较心内较人安心，继续有迄个正常的生活，去做生理，来社交，来往甲亲人见面，各款的情形。所以求主怜悯咱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啊，阮来到你面头前，求你怜悯，蒙恩惠来做阮随时的帮衬。因为阮看起最近的疫情愈来愈严重，单一日有7000、8000、9000几个人，有的预言讲会到上万人，求主特别怜悯，叫阮每一个人要小心来预防，叫阮有聪明智慧，通来过伫患难当中过日子，仰望上帝的恩典，由神来看顾保守，特别伫怀病厝当中，伫厝内伫家中咧休养的时阵，求主甲因同在，减少因的痛苦。有的人本来有各款的病，佮加上一项，在疫情的时阵，心中佮较痛苦。有的人1-2日当中就丧失了生命，求主怜悯。但是阮已经信主的人，心中有主伫阮的内面。什么时阵神的意思要呼召阮，阮通备办好阮的心，备办好家己来见主的面。阮只有求上帝来减少阮肉体顶面的艰苦，互阮心中存着平安甲盼望，知影阮这个肉身以后有永远的荣耀来听候着阮，甲主同在。所以求主你借着你宝贝的话语来安慰，来帮助阮。因为你耶和华是阮的避难所，是阮的力量，是阮伫患难当中随时的帮助。求主来带领来帮助阮，仰望你，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
各位的兄弟姊妹，咱这礼拜所要讲的题目是伫旷野的漂泊，就是伫旷野当中的漂流啊。咱今仔来到摩西五经的第4本册，咱知摩西五经呢，大家知影创世纪、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咱今仔来到第4本申命记，这个民数记，干那叫做民数记呢？因为伫这本册内面啊，民数记内面，一共讲到2摆的所剩人口啊。咱现在讲这个人口调查啊，第一摆是伫出埃及以后，伫旷野内面就是第2年的2月初1日，头一摆踮西奈山下，时间是出埃及以后的第2年的2月初1，有啥物目的呢？咧所剩百姓啊，就是为着战争，为着咧预备战事。因为来到旷野的时阵，有拄着一个外族人来攻打因，因着怎样来预备？另外一方面呢，咧预备进到迦南地，就经过一个战争，所以圣经就有2摆，头一摆甲第2摆这38年了后38年后有第2摆的所剩，头一摆的所剩呢，一共有603
603550人，第二摆38年了后有601730人，减差不多2000人，其中是啥物原因？可能有个人死去，还是啥物灾变啥物问题？那么第二摆向个人口调查所算人口，也是为着将来要入去内面训练因，再安排好势来应付各敌人甲各款的问题，所以有比较有组织有严密的组织，有纪律的，有秩序的来预备要进入。所以有2摆所以这本册叫做《民所记》，就是孝顺百姓的一本册。但是毋单讲到孝顺百姓，其中也有真重要的经节经文就是讲伫这个《民所记》当中第13章、第14章，就是真关键的圣经的经节因为伫这2节当中是决定以色列人有法通入去迦南地无，全百姓若无是拄着啥物问题为什么呢？咱无法通入去，为什么还佫伫旷野内面着佫漂流所以求主帮助咱由圣灵来带领，叫咱来对这个出埃及记到进迦南，这属灵的经历咱来学习到属灵的功课。那头一点呢，咱要讲到对西奈山，就是神的山另外一个名叫何烈山对这个西奈山，一直到巴兰旷野安营的代志。伫这段内面发生什么呢？对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到第2年的2月初1日，上帝的云彩推起收回去本来是伫这个帐幕会幕的顶面，但是收起一行咯上帝带领借着云彩云条百姓就将伊的这个帐篷咯，收拾咧连男带女，连囡在动物牛羊咯，在加山这样向前前进，军队神会带领，是借着云彩来引带。所以圣经讲，以色列人离开耶和华的山，是西奈山，向前行了3日的路程耶和华的约柜伫头前行了3日的路程为因来找一个安息的所在通点咧说落来就是以色列人也向神发怨言。发什么怨言呢？圣经无讲，就是因发怨言受气就是向上帝甲摩西发怨言因会恶言恶语达到上帝虚空中，上帝生气就要用火要来烧，这火就烧到营因的营的徛的所在，迄个营的边界摩西则为因祈祷，向神祈祷求主赦免因的罪，所以迄个火就熄去了熄去了。后来佫向前进的时阵，佫再一摆会发怨言，这摆是发什么怨言呢？就是因无肉通食咯，无血通食咯，因就伫遐咧发怨言。圣经伫11章第4节到第6节安尼讲是因中间有一家
闲杂人，闲杂人的意思就是一个杂人一个杂人参杂的人，这参杂的人是叫以色列人上次出埃及的，这毋是以色列人有以色列人的血统可能是外族人徛伫以色列人的当中因咧离开埃及的时候带因出来，这外族人。圣经形容说，因大起贪欲的心，贪心因的心贪心爱伫这个爱伫迄个安尼，所以以色列人听到因咧讲，阮伫遮无通食，无肉通食安尼因就伫遐伫咧哭伫咧哭，也是对因咧埋怨，是谁要讨阮肉通食伊说阮伫埃及的时阵毋免开钱，阮就有鱼通食有肉通食，有黄瓜有西瓜，有韭菜，有葱，有笋各款的这食物青菜但是来到旷野，啥物拢无伊讲现在阮的心血孤单咯，伊说阮伫遮除了食吗哪以外伫阮的面前啥物物件拢无伊就伫遐咧埋怨所以这个互咱假使上帝有时互咱的恩典过去一摆过一摆的困难，引带咱经过咯，得胜咯。但是过一摆过拄着困难时阵，将以前上帝的恩典袂记咧咯，就埋怨咯，甚至会离开神咯。所以求主怜悯咱毋通学习以色列人，在以色列人百姓安尼。因有肉通食，有活水通啉，也捌互因肉食但是一摆搁再埋怨，甚至要离开甚至要离开。所以盼望咱信主的人毋通学习因即款的情形圣经佫讲，伊说以色列人厌弃了耶和华，踮伫因中间厌弃的意思是啥物讨厌上帝，厌弃要甲上帝绑杀，厌弃。因埋怨神讲伊说阮为什么要出埃及为什么要出埃及呢？阮伫遐逐项要食个有神愤怒就生气是愤怒当中，伊说好，恁纪念的地嘛，我就将盐吞互恁食一个月，盐吞的鸟，互恁食一个月，甚至做肉互恁食长是食较互肉说对喙了，对个鼻孔的喷出来所以上帝真生气想要将跩甲伊害，要甲伊教训因，所以当时有一家人死死伫遐所以有一个所在甲咧埋葬怀死的人后来呢，佫拄着啥物呢？摩西儿子甲伊阿兄阿伦来诽谤摩西，伊敢若上帝来甲你讲话，哪无甲阮讲话你怨妒伊诽谤伊但是呢，摩西无讲啥物，因为因两个人一个是先知，一个米廉是先知，一个是祭司伫咧对抗，伫咧摇疑这个摩西的权柄，属灵的权柄咧指责伊。咱现在有诶属灵的团体，可能也是有存在即款的问题来咧怨妒、诽谤上帝仆人的即个属灵的权柄袂做咧安尼上帝若要换人，伊有家己的方法。上帝无欢喜因安尼诽谤神的仆人圣经有一句话讲说，摩西做人夹
技谦和赢过世界顶的人啊，伫咧看啊，你咧学落去，摩西是一个谦和的人啊，无叫因计较啊，但是因为因犹豫摩西的属灵权柄啊，讲伊无好听的话，上帝无欢喜，就将这个上帝真严格啊！伫这个时阵啊，将台歌麻风病降伫米甸的身顶，后来经过摩西的祈祷认罪因认罪了，上帝就互伊个好起来这也是路顶所发生的代志，所以因就来到这个来到这个兰的这个巴兰这个所在的旷野，因就拍算要入去窥探，要来考察要来看看这个迦南地是一个什么款的情形因无了解，所以就找每一个宗族12个宗派12个族选一个，所以一共选12个。那其中2个比较出名的、有信心的，就是约书亚甲迦勒这2个人。选出这12个了后，摩西就吩咐因讲：恁入去要看什么？你要调查什么？头一项，伊说恁去看内面的百姓是强还是弱的，是懒的还是强的。第二，是要看因是多还是少。过来要看迄个队内面的队是好还是歹。要看因的城是山山徛伫郊外，还是有堡垒的、有坚固的城墙的。结果恁着去看，迄搭的土地是肥的还是山的，是真丰富的。伊栽物件会真紧就发起来，还是栽物件无啥物人通收成的，因为地无肥料，真山石头地还是啥物来看。伊说其中是毋是有树无？结果说恁着大胆入去调查，并且恁出来时节，着带一间鸡子出来，水鸡鸡子出来，安尼。所以因12个就入去了，入去圣经讲因就入去到迄个对迄个心迄个旷野就入去到内面。第22节讲因对南地去，到了希伯伦，伫迄个所在阿纳族的人叫阿希曼人，甲西塞族的人，则个达麦原来迄个希伯伦迄个城真早比埃及的一座城市较早7年来建成的。所以因入去了后佫看到迄搭有出山有一间鸡子伊就站落来葡萄树间站一支说顶面有一挂的葡萄，一挂的意思就是这个枝内面一个一挂就是也侪粒，安尼这个叫一挂。因一挂的葡萄，普通咱安尼一捧也侪粒。但是再形容下，伊说一罐葡萄因着用2个人去扛来，哇！可见这个葡萄是真大粒、真多也一个带石榴甲无花果的鸡子无花果鸡子入来，所以因伫以色列人就将迄个葡萄带入来，做鸡子带入来。经过40日因窥探去考察迄个所在，40日才倒来了。伊倒来了就来报告了，向摩西甲做领袖交做百姓
来报告。有3款的报告，一款的报告是普遍性的，伊说阮入去内面啊，来阮是到了迄个巴兰的旷野因来就向摩西甲亚伦报告，并且向以色列人的这个会众将这鸡子摕出来互因看。你看，阮内面带出来这鸡子，真大粒啊，遮丰盛然后又搁讲摩西讲啊，伊说阮到了迄个所在果然啊，真实的内面是老牛奶甲蜜之地啊。迄搭的鸡子就是遮你看真丰盛28节讲，连里但是迄个内面的百姓人真强壮真强壮。迄个城墙也是真坚固、真阔、真大，并且阮伫遐看见遮亚纳族的人的时阵叫阿玛略人徛伫迄个内面有徛伫山咧有徛伫边底咧，有徛伫靠海咧，靠这个约旦河咧，跩就向因报告。第2款的报告是有信心的报告，就是加略向因报告，伊有信心。13章30节安尼讲，说加略伫摩西面前来安慰遮百姓因为听到迄搭内面的百姓真强，城墙真勇真大。但是这个加略甲因讲伊讲咱着立刻入去去到迄个地，伊说咱有法通得胜咱有法通足会得胜，所以真有信心但是另外一批人其他10个人，只有2个人有信心，加略叫约书亚，其他10个人因无信心真消极的。因讲啥物伊说，但是内面伊说内面的人真强壮，比阮较强壮还佫啥？伊讲迄个探子当中有人论到窥探迄个地伊说向以色列人报告恶信，就是歹信息消极的信息讲伊说阮看到内面窥探经过了迄个地迄个地的人是食人的，食人嘛，食饥民之地。伊讲阮伫遐看见的人民迄搭的人都是身材真强真大，身量真高大，又强溜个大高你33节，伊说阮伫遐看见的亚纳族人就是巨人giant 伟人就是巨人是真大声的人，真溜真大高giant 因是伟人的后裔阮看因阮看家己阮伫因当中比较说，阮甲因比较，阮看阮家己亲像草蕊grasshopper 蚱蜢，较咱像蝗虫安尼水食的因看阮也是较咱蝗虫咧，蚱蜢水意思所以因直直讲到家己的弱点无信心别人较强较壮，因的城墙真高真阔真勇因人真大声，所在真好食物鸡子丰盛。但是呢，虽然是安尼但是因跩报告是歹消息因怎讲圣经安尼讲因百姓听起因跩讲歹的消息，这方面的时阵大声伫咧发，伫咧亮，伫遐咧亮，伫咧发，规暗晡无困伫咧哭伫遐百姓就伫遐咧哀哭
流目屎，佮有出声的口伫遐，真惊啊！第二节讲14章第二节讲，以色列人民众啊，向摩西、亚伦啊发怨言啊，全会众的人就对因讲啊，伊说巴不得阮早死伫埃及啊，还是死伫曠野咧？耶和华为什么将阮带来到这个迄个地呢？要带去阮到迦南地呢？为什么呢？会互阮要倒伫因的道下面啊，连阮的妻子啊，叫阮的囡仔要互人掠去嘛？伊说阮我倒去埃及啊，减是较好嘛？所以因是即款的怨叹消极。第4节佫讲，伊众人就彼此讲啊，是咱无咱立一个领袖一个头人来引带咱200几万人带咱去埃及哦。因说想出一款这个馊主意啊。摩西甲亚伦听起在百姓怨言啊，叫因提出来这代志个因就拍咧涂骹咧，拍伫以色列人的面头前，因伫遐艰苦心，可能伫遐咧哭，可能伫遐是咧祈祷，因为因知影百姓的反应上帝一定会真生气、真不满。可能上帝会降刑罚临到以色列人百姓，那因就结果毋是无好咯，是无好咯，所以因真伤心啊，真伤心啊。那么约书亚呢，佮发言约书亚看到这人讲这消极的话。约书亚满有信心的，甲伊讲啊，伊说规探做人当中有约书亚叫加略因真艰苦心啊，就拆你迄领衫拆你毋是拆半因为顶摆的衫较咱中国古早是安尼，是一半安尼合入来，有一条带安尼合咧，拆开就是表示伤心难过的意思那么对以色列人讲啊，因约书亚对以色列众人讲啊，伊说阮所开探的迄个地是真水的地，真水的地，极美之地。耶和华伊若欢喜咱伊的确会将带咱迄块地带咱入去来得迄块地，要将迄块地赐托咱。因为迄块地原是老牛奶甲蜜的一个所在啊。但是恁毋通背叛耶和华，也毋通惊迄搭的百姓人啊，因为因是咱会食面，较咱食面呢，真紧就互咱食落去啊。因一定会无法通抵抗咱并且咧保护因的已经离开因的，伊说无人保护因啊，咱入去就是经过将因摕着迄块地咱有法通 claim， 有法通得着啊，因为耶和华上帝会应允，耶和华是要帮助咱所以咱毋通背叛耶和华上帝。上帝若答应咱，伊在世想赐互咱的啊，咱惊什么啊？因人较偌大善，有法通比上帝较勇无？因为城墙勇，有比上帝较有大权能无？所以因有信心啊。但是会众听了因这话无要相信，无要听，因就摕石头要将这个约书亚叫加略要甲因忝死因为伊讲说因是讲种的无影的见证，假见证啊，所以因就安尼讲啊。那么上帝听到因在百姓的反应了后就真受气，要来教训的，要用瘟疫变要来击杀在百姓要来击杀百姓。但是摩西
为因祈祷为因祈祷才促销这项代志那么后来呢，神也是要接发人怎样讲呢？上帝讲伊说还无信的人无法通进入迦南地无法通入去安息之地。伊讲20岁以上的20岁入1入2入3，在20岁以上的人在发怨言的人无法通入去。孤单约书亚叫迦勒有法通入去迄个迦南地，上帝应允之地，老牛人甲蜜之地所以神会听摩西会为百姓的祈祷就无讲瘟疫伫因的当中咯圣经佫讲种个以色列百姓一共伫即个旷野内面有10摆来试探神无听神的话来反对神的旨意真年头壳29节讲，伊说恁的尸首恁的死尸身躯的确会倒伫旷野咧。恁中间凡那是20岁所算了20岁以外的人在发怨言的因的确无法通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孤单这个迦勒甲约书亚才有法通入去但是恁的跩妇人人跩囡仔有法通入去，我要带因入去圣经佫讲，只以恁会死恁的身躯死的身躯的确要倒伫旷野咧恁的儿女的确伫旷野所以未死的人因为无信心，所以发怨言的会漂流40年伫旷野内面搁再去行旷野来担当恁行淫的罪行淫的罪就是因伫遐做歹代，直到恁的死尸伫这个旷野内面消灭消失了。是我耶和华设计，我总要这样来对待对待我恶的会众，因的确伫这个旷野内面消灭无法通入去旷野迦南地要死伫旷野当中，所以真大的刑罚那么怀探子有10个探子无相信，只有迦勒甲约书亚因相信神要保守因，要帮助因入去内面所以其他的10个反对入去这10个呢，上帝就用瘟疫来对待因来刑罚因来以色列人出埃及这项代志甲伫旷野甲进迦南有一个仪表仪表是什么意思就是这生发生的代志，就是后来的人属灵人所代表的所要发生的代志的意思。譬如是讲以色列人要出埃及的时阵，因家有越罪。有越的意思是什么有越的时阵就是 pass through pass over意思就是说上帝吩咐在埃及人叫以色列人，伊门口就用羊的血来抹伫迄个门框顶，就抬一只羊羔无缺陷的，无破病的抬一只羊羔是代表耶稣仪表耶稣抹伫迄个门框顶还有迄个天使还要灭命的迄个天使经过看到有迄个血就过去了就经过，所以叫做有越罪。意思有血的这个家庭
门庭有悔的这家庭得救了，因为伊这带罪的羔羊啊，代替因死。这是预表什么呢？耶稣基督是上帝为咱预备世间人预备一只羊羔，是完美的羊羔，无破病，要赎咱的罪。凡那是相信的人，耶稣伫十字架顶所流的宝血，要赎咱的罪，意思就是得救了。所以，在以色列人啊，因的信心，听神的启示应允用这羊的血抹伫门顶，因就得救，就得救了。那么离开埃及了后，就行曠野的路，这个是代表什么？讲到这个信主的人，信主了后就行这个天路。虽然是曠野，但是神要借着曠野所发生的在困难的代志，经历到各款的代志，了后就是要训练伊的百姓，通倚靠上帝当伫困难当中来训练因，毋通离开上帝继续来向前行，一直来行到迦南地。所以这个曠野的地是这个是无容易经过是有困难的，但是连还在着倚靠上帝的恩典甲帮赞甲拯救有可能靠着主一直行到这个迦南地。咱亲像咱信主了后，也是会拄伫世间人伫世间当中过生活，也是会拄着各款的困难，毋通因着咱拄着困难了，离开上帝了，埋怨上帝了咱还在着跟地主倚靠伊的带领来经过神，将在困难临到咱，这方面是要训练咱更较坚强的意志，更有人伫困难当中看去上帝的带领对伊信心更较坚固但是以色列人当当时毋是安尼，伊每一摆拄着困难就埋怨，就要离开，搁再要活去旧生活，这是毋对的。那么伫过红海有分条河条来带领，伊表什么呢？伊表示因经过了过红海海水就是看咱经过水了后人就归入基督了。咱信主，咱水受浸，就是归入伫基督内面。哥林多前书10章第1节到第6节也是安尼讲。佮说落去，因进入迦南地是进入了迄个安息之地啦。伊表示什么呢？表示这个迦南地是代表国泰民安，迄个四周围真平静无过战事啦。意思就是说，虽然咱要经历到痛苦，但是咱经过以后，咱就有一段真安息的日子真平静。咱因为伫试炼当中来得胜，伫旷野当中得胜了，就可能进入到安息，进入到迦南地入去啦。所以呢，圣经有甲咱勉励伊讲咱毋通孤单伫感觉说得救了就满足了。咱就以色列人毋通因为说出了埃及无阁受埃及王的捆绑咯，做奴才咯，毋通以为安尼来满足因为咱离开了埃及了后，也得阁过红海，也得阁过这个旷野的这个所在咱得阁出力就竭力进入到迄个安息的所在。所以主耶稣讲伊讲我来咯，是要叫恁得生命。得生命的意思就是得救的这个生命。伊说，并且第二句说，并且得的更较丰盛。所以一个人信主了，这是一个属灵的秘密。但是伊也得个进深，更较丰盛的生命。这是经过学习经过活靠，经过神的话语，经过圣灵的帮赞伫患难当中来经历上帝的丰富甲带领，
咱的生命更较丰盛。所以兄弟姊妹，所以咱虽然已经得救了，是因为靠羔羊的血，主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来担当咱的罪伊死了佫复活，咱来相信伊就得救了但正亲像当时以色列人这个假有越罪有羔羊的血抹伫门顶来拯救因一家人拯救因一家人那么说的是呢，是咱现在伫世间顶正亲像当时以色列人进入到曠野的这个经历有必要进入迦南地，因伫入去曠野有经历了真侪代志咱亲像咱伫这个世上的生活，较咱像当时的旷野的生活会拄着各款的试炼，各款的热的炎热的天气，水大无水通啉，无通食会拄着战争，拄着外族人亚玛力人的攻击上帝一摆搁再一摆引带因来攻击因，来帮助因，靠着伊来得胜。所以伫遐吞忍，伫迄个苦难当中吞忍，目的就是要得胜。得胜了就是咱要避办入去进入去到迦南地。所以咱看这个以色列人伫旷野内面有真侪埋怨，有反抗甚至因想要搁挖倒去，到埃及要过旧时的生活、旧生活、犯罪的生活咱也是同款，有时咱会拄着困难，但是毋通说我无要信主要活到旧的生活去咯。原来信主会拄着，也是会拄着问题原来信主也是有在世间人会拄着一寡问题所以有时会埋怨，有时会讲无好听的话，甚至对待神的仆人无好的态度，正亲像这个摩西的儿子甲阿伦这阿兄怎样来对待神的仆人摩西一样。所以圣经互咱的教示实在是真好所以在百姓人伫旷野内面因后悔说咱入去搁再活去用个过旧的生活咯，去埃及咯。伊说咱伫遮咧受苦但是因伫苦难当中，毋是埋怨，当若是换一个方式来祈祷，来仰望上帝，将这困难交托互神的话但是因无安尼做离开了神埋怨软弱。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到11节安尼讲，伊说圣灵有话讲，恁今仔日若听神的话就袂硬着心，亲像迄以色列人伫旷野内面来互上帝来受气来试探上帝一样那伊说伫遐，伊说恁的祖宗以色列人试探我，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前这个日子因伫困难当中，但是上帝帮助行神力奇事，因看起我的带领的作为有40年咯。伊说，所以因无话可话，无听我的嘴厌烦我所以我也是厌烦迄个世代的人。讲伊说因的心内常常迷糊，就是真烦乱竟然袂晓得上帝的作为看袂到上帝的作为，因的心内变模糊了伊说11节讲说，我就伫受气当中起誓，讲是因断定
无法通入去到我的安息，无法通入去迦南地。所以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活伫世界中，较咱亲像活伫以色列人行伫曠野当中。咱今仔日又拄着在疫情、病痛、困难一站搁再一站，拄着试炼，正亲像试炼正亲像以色列人一样。但是因以色列人圣经上迷糊啦，迷糊就是头壳分袂清咯，因无知的离开了上帝。伫困难当中，咱就学习约伯。最近你毋知有看到报纸这个对我真受感动。SM 的头家SM 的头家，伊所听的一个查某29岁的，伊的名叫做 Jan Catherine C。因这囡仔死去，过无偌久几礼拜就要牵手咯。但是伊拄着一款的病死去，所以因老爸伫声明当中，伫报纸当中讲安尼，伊是我亲爱的厝内的人亲爱的家人甲朋友说囡仔，我的查某是2021年3月18日暗暝6点35分的时阵，伊说我所这个老爸讲的话说我所宝贝的查某囝Jan Catherine C。现在已经伫主耶稣遐，甲耶稣同在咯。圣经讲说，奉主的名的人是有福气的。伊说，上帝，你赐托阮，还是你退去？这句是用伫圣经内面约伯记内面拄着灾难了后，伊所讲的话。约伯记第1章21节安尼讲，伊说，约伯讲，赏赐的是耶和华。受处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通学落的。虽然约伯拄着这款的灾难，较咱这就伫旷野内面拄着各款的灾难，伫一日内面伊的财产无去，甚至伊10个囝儿拢无去了。但是伊仍然我人倚靠上帝，伊说赏赐的是耶和华上帝，退去的也是耶和华上帝。耶和华的名是应该学落称颂的，感谢主！各位兄弟姊妹 ，SM 的主人伊相信神，伊也是服从神的带领，伊顺服虽然伊伫人生当中这个旷野内面拄着这款的家庭的代志，因查某离开世间，即真年纪的时阵。虽然有时会痛心，会艰苦心，查某离开，但是我相信，因为伊有信主耶稣，伊内心有安息，这个安息就是伊内心会享受到迦南地迄款美好的迄款的安息，所以主人兄弟姊妹，咱现在。伫世间正正经历到旷野的生活，各款的灾难，各款的问题，各款的重担。但是伫这款的情形下面，咱的内心是毋是有一片迦南地、流牛奶甲蜜的这款真水的地，伫咱的内心有无呢？求主帮助咱家己反省，求主赐咱力量。三合额头祈祷，亲爱的主阮伫旷野内面，伫世间的旷野当中生活，不免会拄着各款的困难试炼。以色列人百姓，互阮一个功课，就是因埋怨，因离开神，因无信心，上帝。无欢喜因即款的态度，所以因无法通入去安息。主同样阮也是活伫即个世间，即个旷野漂流之地，同样阮也是会拄着各款的困难，
但是阮的心应该着好好的甲主建立坚固的关系，伫困难当中仰望神，无离开主，无怨叹，无埋怨，因为万事互相效力，叫听神的人得益处。上帝的旨意是美好的，虽然有时阮毋知影、袂明白所发生的代志是啥物原因，为啥物会安尼，但是有主伫咧带领阮。阮心中虽然伫曠野当中，但是迄个老牛人甲蜜的安息之地，仍然伫阮的心中。有主的同在，有圣灵的帮助，阮就有法通得胜有余咯。感谢你，阮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